每年10到11月间，我们公馆的田园就成了绿油油的芥菜园，处处可见我们客家人采收的心情，都充满了丰收的喜悦，仿佛一切的努力都值得了。早期移民来的客家人都傍山而居，抠伞奢伞，生性勤俭的在秋割后的稻田上种植芥菜，用心耕耘自己所拥有的这一片土地，期待长出硕大翠丽的太芥菜。来到公馆地方啊，家家户户都在种福菜、种芥菜。芥菜呢，但种得数量太多，又卖唔出去呢，怎样来保存呢？就撞喺酒翁嘅地度嗬，同佢節行來家下，即係嗰個多鋪，就將嚟別發酵。發酵就講，就講到泡菜，多泡下來就講到泡菜，泡菜同福菜嗬差唔多，所以講就改個變得到福菜。福菜是客家名菜，以大芥菜做原料，經過我們客家人獨特的傳統加工，自然發酵而成。可是4斤芥菜不過成就1斤福菜，辛苦的過程當中，每一個流程都是人力聚集，蘊含了不畏辛勞、眾志成城的客家人的精神。哎呀，60人了，我70歲。阿婆，你也要聽嗎？對呀，可是我熱咯，我熱了點啊。會艱苦做嘛行來？有人家行啊。瞧，阿婆說的如此樂觀開朗，但是我們客家人在山區耕作不易，經常勞動耗費體力，飲食上需要保持體力的重口味，因此酸、香、鹹、肥成了我們客家菜的特色。而且整株芥菜從頭至尾充分利用，絲毫不浪費，將芥菜醃製出酸菜、福菜、梅乾菜3種。我們客家人真是刻苦耐勞的民族啊！從吃就可以看出端倪，再感受客家人勤儉持家、腳踏實地的一面。芥菜當道變化，醃製出來鐵咧滷誒差唔多7、8日家下，拿出來食就按到鹹菜。鹹菜呢幾鹹酸中帶鹹啊！鹹菜嗰個拿來曬乾之後，差唔多曬3、4日家下呢，就變成泡菜。泡菜呢，就按到鹹中帶一點清香的味道。將泡菜搞個呢曬乾到100%90%乾家下呢，變個太陽行來別發酵，往個地度別發酵嗬，也就變個人家就講鹹菜乾。鹹菜乾呢，加係按到鹹中帶濃香的味道。在我們公館鄉，就是以福菜為著名的特產。福菜產銷班的站班長，小時候在他父親的耳目熏染之下，自然而然的就繼承了父親所經營的事業，而且在賢內助的協助之下呢，將福菜產銷班經營的有聲有色。鹹菜它的特色就酸中帶鹹。尤其係主要嘛，泡菜暗肉湯啊，食起來你看3碗飯就是較多就是來了。泡菜呢，它按樣誒，就按到鹹中帶點清香的味道。尤其呢，泡菜主要按到嘛咧3層肉，泡菜3層肉湯穩定會結漿啊，按樣來幫皮啊、飯啊、幫酒啦，按樣全部都清度好。重口味嘅人呢，鹹菜乾整呀炕肉啊所以很多人家都講梅乾可樂，整出來重口味當香，變一叫做一香，過去隔傳一食得，一湯匙呀炕肉梅乾可樂做得幫2、3碗飯，不是講又生又好食又香，俾人看到口水就會流出來。一行一行嘅福菜，係來自土地嘅祝福，三芒節就會有出息，大家來為客家打拼。就像積福菜，節有結到，福就有結